我嘛是规心情拢拍歹去，人咧讲偷掠鸡嘛，就了一百米。网络交朋友就爱说你，台南警察就掠到一个姓蒋的查某囡仔，伫咧网络假先要招人交朋友，就那甲查甫拐去摩铁路，甲对方仙人跳，伊趁对方去洗身躯的时，趁机会偷摕人的钱财，随走干那飞。外口阁有男朋友来载，即嘛算已经有2个被害者，警察嘛已经掠到2个嫌疑犯。 一个长头鬃的查某人为旅馆门口走出来，到路边了后，对面一台机车就骑过来，甲人载走。会遮尔着急的走，就是因为查某人拄伫旅馆内底，甲人的物件拢掠去。嫌犯防移送的时阵头淡淡，伫咧后壁的就是计划即届犯案的姓蒋的嫌犯，行伫咧头前的是伊姓林的男朋友。 嫌犯涉嫌伫咧今年3月23甲11月7日，先用交朋友的软体甲被害人熟悉，交入去好朋友了后，才约出来，佮请对方啉饮料，煞落甲人带去旅馆。落尾嫌犯趁因洗身躯的时阵，甲手机现金拢拼去，尾男朋友才来接伊。蒋姓女嫌犯的话，都会和她的男朋友事先就已经讲好，她的男友会提早 到那个汽车旅馆周边等候接应。被害人本来就是有查某囡仔这么主动，真好运，想袂到煞互人骗去。警方顺线调查，发现嫌犯拢是用同款的手法犯案，调看监视器掠到2个嫌犯。本案清查有2名被害人，总共损失21000余元。 调查拢总有2个被害人损失2万外块，警方呼吁被害人出面指认，伫网络顶的交朋友一定爱说你，才袂互人骗甲戆戆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